送给你定情信。他曾经发过誓，如果有谁能把这紫青宝剑拔出鞘的话，就是他的如意郎君。那你是不是喜欢人家是神仙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个凡人，怎么会喜欢我啊？牛魔王是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嫁给他。闭上你的眼睛，数不到1000的话，千万不要睁眼啊！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骗我？为什么要伤害我？为什么要抢回月光宝盒？为什么要和牛魔王结拜为兄弟？还有，为什么要背着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？你10万个为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讨厌。那个，无论你伤害我多少次，我还是会原谅你的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很贱呐？当然不是。见了那个人明明是我大意疏忽，才让那牛魔王骗回了月光宝盒。没想到一不错，步步错。为了讨回月光宝盒，为了回到我们最好的那个时候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跟他妹妹结婚了。我心里苦呀。宝宝不苦，宝宝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帮你对付牛魔王。不过，这件事不要告诉紫霞。你放心，我不会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可是这一晚，我那个情绪跌宕起伏的太厉害了，我有点累了。你那不是废话，折腾了一天能不累？早点休息啊。哎，干嘛呀？过来呗。不了，吓死了。过来。只有这样我才安心。起来！你干嘛在我房间啊？臭不要脸！喂！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1/4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，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。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但是这个，我认为是最完美的。不是，为什么连你也要杀我呢？还用问吗？还请姑娘明示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明明认识我，却要在牛魔王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无义；你家中尚有发妻，却仍要在此成亲，这是无情；你都要跟牛香香成亲了，却要拉着我的手，这是无礼。无义、无情、无理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不要我！你应该这么做，我也应该死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。直到我失去之后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你的剑就在我的喉咙上割下去，不要再犹豫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这个女孩说3个字：我爱你。
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。是。我希望是1万遍。那你怎么向你的娘子交代啊？一定要交代，我必须要把月光宝盒拿回来，带你一起回去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，我也不管后世的人会怎么骂我，我一个人扛得住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但是，我痛恨我自己没有本事拿回月光宝盒。我帮你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不想？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帮你拿回月光宝盒。走吧。宝宝，空宝宝，空宝宝，人呢？空宝宝，啊！哎呀，开门！对了，子夏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。当日你要我陪你做3件事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快点让我拿到月光宝盒，而不被青霞所害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可唯独这爬山这一事儿吧，我始终到现在还是不明白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一起看风景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哦。你怎么不走啊？你怎么不走？你先走啊！哦。子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我的心突然好痛啊！那现在呢？好多了。谣言呀，夫人呀，纯属污蔑我。鬼才相信你呢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他是谁？问你呢，他是谁？哎呀，对呀，贤弟问你呢，他是谁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我发妻。哇，贤弟呀，你太过分了！好兄弟，你还把你妹妹嫁给他？所以他老婆看不下去，过来砸场子呀。我才不相信！很简单，2个人是一对儿，最主要的呢，看墨。你们当是跳广场舞吗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嫂子？哦，嫂子了。对不起，应该是牛夫人，对吧？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，老叫人小甜甜。现在好了，新人胜旧人了，就叫人牛夫人了。小甜甜，笑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远千里，就是为了那头臭牛吗？我就是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臭猴子。没想到这个臭猴子欠下了这么多风流债。你才知道啊！我不管，你晚上在这等我，我要跟你说清楚，
如果我是你，我老公要讨小老婆，我就死了算了。真的？对，没错。不过要先把你给阉了。走。哎呀，夫人，臭猴子居然敢这样对我！哎，香，哎呀，羞得无礼呀！活该。哥，你要替我做主。做主？哎呀，做什么主啊？过几天就是你的大喜日子，管好你自己。香，先冷静一下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哥，孙悟空，你给我等着！帮我洗。哼。子夏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去帮你拿月光宝盒，今晚在这见。我要找那个臭猴子算账，帮我下来！算什么啊？下来，帮我下来！哎呀，你们两个看着小姐，别让她跑出去了。放手！香，你乖乖的听话，成亲那天哥哥自然会放你出去的。我不要成亲，我要找那个混蛋算账。香啊，香，你们两个是死人吗？你看着小姐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别难为我们了，多大个姑娘家了，还这么任性啊！让开！不让！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把东西拿出来。不是这个啊，就是你们常常用来对付母牛精的那种东西啊！大王，拿出来呀！本来想留给紫霞用的。香啊，哥哥对不住你了。放我出！紫霞，牛香香，又嫁上了一个铁扇公主，这孙悟空到底惹下了多少风流债？我明明是一个痴情的种子，怎么可能会是那个什么滥情的转世孙悟空呢？不可能！但是，真正的孙悟空在哪儿呢？啊，害得我背了多少的黑锅！我非揍死这个孙悟空！大师兄，猴子，叫我呢？过来呀！来，干嘛呀？放我们出去啊！对呀。为什么呀？你不要再装了，我早就看穿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大师兄，之前你和紫霞姑娘拼死阻止牛魔王吃掉我们很感动。二师兄说他明白了，你一定有苦衷了，对不对？你想多了。喂，我不想变成烧猪哎，你快放我们出去好不好？如果我把你们给放了，牛魔王要是没有了下酒菜，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？大师兄，你天下大乱，你就不怕师傅和我们被吃掉吗？你放心，师傅这么讨厌的一个人，不会就这么死的。喂，哎，大兄，回来！哎，大兄，哎，大兄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兄弟钥匙。月光宝盒马上就要到手。贤弟，贤弟呀，牛兄，贤弟，香香她脾气怪，你不要怪她，她一定是听你说紫霞姑娘是你的发妻才这么生气的。哎呀，都是我拖累了你啊！哎呀，不过你放心，香香那边我来搞定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两个人婚礼风风光光的。谢谢你，牛兄。好贤弟啊！这个臭猴子，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大师兄，忘恩负义，见死不救，真的要让我变成烧猪啊！左边一点。就是，就算你变成烧猪了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师傅被人吃掉。妈，我也不可以被吃掉啊！有危险！反正早晚要死，我要做一个消极的人。唐僧，唐僧，你查过你？
总是你这个猪头啊！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都救出来的。不要担心，局面被我控制得很好。我就知道大师兄不会丢掉我们两个的。何师兄，你又差点冤枉大师兄了。你懂什么啊？我早就知道他冷漠的外表下是隐藏他的计谋，我正在配合他。你是个笨蛋，跟你讲你不懂。我们现在安然无恙，肯定是大师兄在保护我们。哼，好吧，我原谅他了。你呢？右边点。又坑我，是我亲哥吗？孙悟空，站着，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啊！我从认识你以来，我碰过你手指，我碰过你吗？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会很委屈的。你还说没有？那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那是为了哄你睡觉，而且熬夜对女人身体特别不好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杀了唐僧，然后栽赃到你头上，给你孙悟空安一个欺师灭祖的罪名，让你被人骂死。我求之不得呀！你赶紧去给我把那个死秃驴杀了。你要是杀不了他，我瞧不起你。反正这个锅是孙悟空背。哼，就让这黑锅来的更猛烈一些吧。孙悟空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没有别人。你犹豫什么？你说没有就是有。你说实话，那个人是不是紫霞？紫霞可是你哥的新夫人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我知道了。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，我对你一片真心。他日我若负你，必遭万人唾弃，任打任骂，绝不还手。好美呀！女为悦己者容。哎呀，看夫人的样子，一定是想起当初我们恋爱时的往事了。虽说紫霞这个磨人的小妖精让我朝三暮四，哎呦，可是最难忘的还是风韵犹存的结发妻呀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对她好一点，只有把她哄回了火焰山，我才能安心的纳妾呀！就这么决定了。在这儿啊！我摘了点水果给你吃啊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临时下山去买。买？做
做买卖，对，做买卖。山上人多口杂，人多势众，不做点买卖，养不活那么多牛啊。哎呀，大王，你最近学了不少成语啊。哎呀，这都是美人你教导的好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差不多1个时辰。你放心好了，不会耽误我们烛光晚餐的。水果等我回来吃吧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，安全第一哟。好，那美人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大王，在不在呀？我呀买了水果给你哟。大王，你是不在房间，还是故意不理我呀？那我直接进来啦。这么会演，你不当演员当什么仙子啊？切！哇，房间这么乱，我替你收拾收拾啊。神经病！听说过藏东西的小人，没听说过偷东西的臭牛啊！这个香香又蠢又不检点，还想嫁给孙悟空。妹妹，是你呀？在偷看什么呢？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就不关我事？这是我家，你在偷看我丈夫的房间。哼，你别忘了，你家在火焰山好吗？这是我家。再说了，现在是你丈夫，以后是不是还不一定呢？哦，我倒是看谁呢？原来是在看你未来老公的旧情人呐！你胡说什么？原来你还不知道啊！这紫霞她是孙悟空的原配，他俩恩爱有加，情投意合。你嫁过去，顶多也是个妾哦。你放屁！紫霞最多配得上我哥那头大牛，孙悟空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你了？这话我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哦。你这个不分尊长的臭母牛！我今天作为长嫂，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没人教育的臭丫头。来就来，谁怕你呀？你们都在啊？你居然拿剑刺我，跟我动真格的了！哎，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哎呀，我是说你们两个有事情啊，好好说出来解决一下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孙悟空有一腿。有一腿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男人，还管别人了？哼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管不住自己男人？你自己男人都快休妻纳妾了。你说什么？牛魔王要纳谁？还有谁？他喽！脚踩两条船的贱人，勾引我哥不说，还勾引孙悟空！我杀了你！哎！你们语多气长。
扔东西嘛，真是的！疼死我了！老公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美人帮我取下来呀！放轻松，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啊？出差呀，买给铁扇的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嘛。铁扇。老公，听说你要纳妾呀？不是这样的，夫人。原来这个紫霞就是孙悟空的。这个解释啊！日子不长，胆子见长啊，居然敢纳起妾来了！你把我放在哪里？还有，这个紫霞原来就是孙悟空的前妻呀！你竟然敢骗我，让我嫁给一个有老婆的人，你还要娶他老婆啊？不是这样的。你说呀！以前老陪人家看月亮，一口一个小甜甜。如今发妻还在，却要娶新老婆，这无情无义的负心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惨了惨了，香香这个臭丫头把我出卖了。楚婆娘要是动起手来，我就别想结婚了。不行，先把楚婆娘哄开心，送回火焰山再说。都怪自己多看你一眼，那眼神让人再想你一遍，想让你快乐点，让你在身边，然而也别去。买给我的？当然，夫人，虽然平时你给我的零花钱太少，但是我都攒下来了，300多年了，才能买得起珠钗送你。这300年，辛苦了，教你都瘦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每天见不到你，又很想你，你说辛不辛苦啊？想你想到自己哭出眼泪，爱上你是我情非的意。别想一个珠钗就把我打发了，哼！哎呀，夫人怎么会呢？我还有别的礼物要送给你啊！来人呐！大王，大王有什么吩咐？去把沙僧和猪八戒拉到厨房煮了，给我和夫人下酒。是。傻牛，我觉得大王也太奇怪了，本来是要休妻娶紫霞的，怎么还跟铁扇公主卿卿我我的？哎呀，这男人，这当了一套背后能见一个是。那你觉得大王是更喜欢夫人呢，还是更爱紫霞呢？当然是紫霞了。要是娶了紫霞，那是有糖醋肉吃的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只能吃他那2个蠢徒弟了。哎呀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站住！你们说什么？说大王爱你。不是这句。啊，我们说大王要是娶了您，那是有糖醋肉吃的。最后一句。今天晚上吃。不说是吧？不说，把你2个先吃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要吃猪八戒和沙僧，咋的了？仙子，仙子，夫人，你先回房休息一会儿，晚饭的时候我再来叫你。哎，夫人，摸懂。
对付女人简单，可是哄起来真的很累呀。大王，紫霞仙子听说你要请夫人吃沙僧跟猪八戒，她在牢房里大发脾气。他还打伤了咱们好多兄弟，还放走了猪八戒和沙僧。惨了，大王生气了。紫霞终于吃醋了，吃醋就说明在乎我。美人啊，美人这是怎么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我现在最不想看见就是你，走。美人，你一定是误会我了。误会？对，我是误会了。我误会你对我一往情深，一心一意。可你呢？你竟然还要为铁扇公主设宴。好，你要是旧情难忘，你可以直说，我现在就走。美人，哎呀，我只是想暂时安抚住她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只有我。说什么要去做买卖，其实就去为他买珠钗。美人啊，我送她的珠钗是假的，路边3文钱一个买的。假的？假的你也没有送过我一个呀，我怎么可以看到你真心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美人，美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月光宝盒。美人，我送她假珠钗，就是想让她赶紧回火焰山，我们好成亲啊。只有美人你才能配得上这个宝贝。要我原谅你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今天晚上你就必须向所有人坦白，你要休妻娶我。记住啊，只有今天晚上，不然你就会永远错过我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而且我看了今天晚上星象，如果呢今天你提分手的话，成功率100%。今晚一定分手。好了，我有点困了，你去准备晚宴吧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帮你收拾啊。哎呀，不用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我不会吵到你的。你走不走？好吧，美人，那咱们晚上见。走。如果到时候你敢跟铁扇公主提离婚，嘿，她不把你暴揍一顿才怪呢。到时候我就拿着月光宝盒和至尊宝一起远走高飞。大圣，大王说今晚设宴，宴请铁扇公主，请你一起参加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一定要准时。知道了。就是今晚。今晚我约了牛夫人，牛魔王如果约了牛夫人的话，他应该不会来了吧？牛夫人。不，我不是牛夫人。今晚我不会去赴宴的，咱俩不见不散。我这又是要赴约，又是要赴夜。还好今天晚上紫霞陪我。月光宝盒我拿到了，今天晚上我来找你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啊！今天晚上，又是今天晚上，啊，还月光宝盒。月光宝盒，我拿到了。我就知道你最给力了，紫霞啊！等我，静静。好啊，这下有好戏看。安全，二兄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
救师傅呀？救师傅？哎，师傅的牢房好像在那边。那边那么多人，你要去送死啊？哦，对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不管师傅了。原来你是这种人啊！你心里居然这么想啊！你这么想就算了，你还要说出来。我是不会放弃师傅的。现在唯一一个能救师傅的人就是大师兄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看，我早说过，大师兄不会敷衍我们，一定会跟我们去救师傅的。这么晚出来尿尿啊？哎，不要夸我了，我只比你高一点点，没什么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去救师傅。走了。小的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攻击！好，趁现在人还没到，抓紧时间把你们的弓箭磨得再亮一些。按启动。谁让你放的？谁让你弄的？赶快给我退下去！大王，你看看暗器族的威力。大王，不过你放心，要是今晚铁扇公主对你有任何不敬，我用飞驰弹弓打得个眼花缭乱，措手不及。我要杀了你！不给我！我要杀他！大王，这就叫瓮中捉鳖。所谓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嘛。你还满意吧？哎，最好如你所说啊，千万当心铁扇的扇子把你们扇到九霄云外去，先止一下血吧。为什么等了这么久，该来的人都没有来呀？你懂什么？今晚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，等多久都是甜蜜的等待。我已经嗅到了自由的味道。
嗯。